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你即马收听的 Podcast 是真心罔开讲，我是柯医师。咱起头嘛是先甲大家小报告一下，讲即回嘛是甲顶回吼，较较长的时间吼，咱个外话吼，因为我身体较无拄好啦吼，有去病院调整一下吼，毋过即马有较顺遂啊吼，所以希望讲咱续来的节目会当较正常来进行。吼咱若会记咧讲咱顶回的内容，吼，就是咧讲即个咱精神科有一个足大的部分咧治疗患者的即个情绪障碍，吼，有讲到一寡即个情绪障碍无共款的发作，吼，是啥物款的情形，包括讲有两款的无共的情绪症头的发作，吼，一款叫做色情发作，吼，就是人的情绪会凊悬，吼，就若一条溪水的水量变足大诶，吼，另外一款是郁症的发作，吼，就是郁卒的情形，吼，足严重诶，若一条溪水的迄水量变足细，吼，会引起一寡症头。咱若感觉无啥物印象吼，会当过去顶一即个节目，搁听一摆，吼，可能会较了解咱今仔日要讲啥物。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郁症。郁症是一个精神科情绪障碍方面的诊断，吼，所以伊是一个正式的病名，吼，为英语的即个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翻译过来。吼，若较早期，咱可能会听到讲忧郁症啊，还是重郁症即款的讲法，吼。毋过目前来讲，即马正式的即个翻译，吼，就是郁症两个字尔。即个郁症的定义，简单来讲，就是即个人有至少一摆郁症的发作，而且伊一世人拢无经验过迄款情绪凊悬的色情发作，吼，因为若是有发生过，迄就变做叫做咱讲双极症的即种患者，吼，所以郁症就是简单来讲，即个人有可能有至少一摆的较严重的即款情绪的降低变郁卒的即款变化。吼郁症甲郁症发作这是两个无共款的名词哦。吼，伫精神科内底，郁症就是头拄讲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吼，这是一个病。郁症发作，吼，伊的英语其实是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 就是像咱咧听 Podcast 一集的一集，吼，是讲看连续剧，吼，一集叫做一个 episode。即个郁症的发作，就毋是一般的心情无好遐尔单纯，吼，伊是一个较严重的郁卒的即种表现，吼，已经到一个破病的程度啊，吼，所以咱搁甲即个诊断的要件搁读一摆吼，大家听伊就会感觉讲，若一般心情咧艰苦、心情无好的，其实通常拢袂到即个程度，吼，伊就是总共有9个迄个症头。吼爱出现5项以上，而且伫2礼拜连续的即个时间内底做伙出现。吼，前2项一定爱有至少有一款，吼，就是讲伊伫即2礼拜的逐工，吼，而且每一工是可能24点钟内底有大部分的时间，吼，拢是连续即个心情好袂起来，感觉人郁卒，吼，是讲伊的。第二款就是讲，伊感觉伊啥物代志拢无想要做，还是讲去佚佗嘛袂感觉快乐，吼。煞来第3项是讲即个食食的方面，吼，可能讲伊的体重有变化，还是讲食食的量明显的有变化。第4是困眠的部分，吼，可能困足少，还是困足济。第5是即个咱讲叫精神动作，就是有个人会变做较激动，还是讲有个人变做慢顿，伊的思考甲伊动作拢变甲足慢。第6项是规工拢感觉疲劳，吼，无元气，无精神。第7项是感觉规工拢家己一直想着无好的即个部分，吼，感觉家己足无效的啊，吼，敢有罪恶感嘛，吼，咱就甲别人拖磨着。第8项是感觉家己无法度专心，吼，无法度好好思考。第9项是定定会想着死亡即件代志，吼，甚至是会想讲要来去自杀，吼，甚至真正有做一寡自杀的行为，吼，所以
遮个即个镜头是爱同齐，伫至少连续2礼拜的时间，同齐出现，才会算一个有症的发作。有症的发作，佮就是讲，这当然就是若有发生应该就是严重到讲你本来该做的代志无法度做。若有患者镜头较严重的情形之下，虽然头拄仔即个诊断的要件无讲着，毋过嘛有人会出现讲有精神病的镜头，像讲有迄种妄想的，有诶人会想讲有无好诶代志一定会发生像我有拄过有患者讲，伊一定爱紧倒去厝，因为迄个因兜即马随时要爆炸，点啊随时会火烧厝，所以一定爱留伫厝里。无嘛有人会出现讲迄种幻觉，像讲较定听着就是有听着迄个声音甲伊骂，还是讲听着无伫诶人咧甲讲话，即款尔讲伊倒位无好，拄无好，这表示讲伊情绪郁卒到一个程度了后，伊规个大脑的机能有改变啊，所以才会出现讲即个甲伊的情绪甲郁卒相关的主题的即种精神病的镜头。所以大家若去回想讲头拄仔讲的即个诊断的要件，你若去回想你一世人内底心情同无好的些时阵通常要到即个严重是有较困难啦咱讲人总体拢是拄着代志拢会心情歹嘛像讲有一寡特别重大的事件像讲你考试落地投资失败失恋是讲即个有亲情过往是讲有拄着一寡大灾难是讲你身体破病无好等等的，这足侪代志会引起人心情较郁卒，心情无好。毋过咱是看迄个心情无好的表现，爱至少爱2礼拜连续的每一工的每一点钟拢心情无好，这样呢才有可能会算到种即个郁症发作，而且佮爱加一寡足侪其他的镜头。所以郁症发作毋是单纯的心情无好尔，伊是一款病症，其实嘛有一寡生物学的基础。若已经到郁症发作的程度，就需要医疗的处理。有人会讲，我拄着遐尼衰某的代志，我毋是本底就会郁卒，我连续拄着足重大的代志我了钱投资失败，佮厝内佮有人过往等等的。毋过即马精神科即个诊断的概念就是讲，你若已经到即个较严重的程度，表示你体内你的脑部已经有引起一寡变化所以咱我在相信，毋管头前有惊有啥物事件有啥物原因引起你即个发生郁卒的情形，若是已经到讲情绪无好到郁症发作的程度咱就是甲当作一款病态的表现爱来治疗安尼。所以诚侪患者来咱精神科的门诊，因为讲伊郁卒嘛咱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爱确定讲即个郁卒的程度敢有超过一般心情无好比如讲伊时间已经忧诚长伊的一寡镜头嘛拢有走出来咱会当诊断讲伊有郁症的发作，咱会确定讲你毋是有咧因为啥物款的特别的药还是讲你即马直接因为一个身体的毛病引起你产生即个病症表示讲你这是原发性的佮有讲咱会去确定讲你以前敢有经验过躁症的发作就是讲若是你有你这就是变做啥急症安尼这治疗就完全无共款遮个物件拢确定了，有时仔就会使诊断即个患者是郁症就是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这是一个病的病名。有即个诊断，咱就会使知影讲刷落来要安怎来做处理啦毋过咱爱特别注意讲，头拄仔讲若有一款发作的情形，就算是病态倒转来讲，就是毋是讲无到即个程度，就一定毋是病态因为你有可能讲，这个人有遮个症头，但是伊无到14天遐久，可能伊干若10天尔，但是咱咧看起来，咱嘛是感觉伊应该需要治疗只是讲伊还袂
到物证发作的程度，吼，毋过伊可能嘛是破灭，也是讲伊即个人发作已经超过14个人，毋过伊迄个诊断的标准内底镜头伊敢若出现3项，吼，无到5项遐济，即嘛定定需要咱医疗来处理。吼所以互大家知影讲，着物证是一个单一个病啦，吼，毋过一个规个若讲规个诊断的系统来看，吼，嘛是有一寡无共款的条件，可能会变做别款的诊断，吼，是物质相关的。吼，譬如讲有一个叫做继续性的物证，吼，还是讲以前叫做轻物证，吼，较轻微的迄个意思。即款病症是意思讲，即个人爱连续2冬以上，吼，一个较慢性化的病症。即连续2冬以上内底，伊大部分的时间拢感觉心情郁卒无好。即款患者咧郁卒的时阵，伊可能嘛是会出现讲像讲食食的改变啊、困眠的障碍啊、疲劳啊，还是讲较有自卑感啊，吼，还是无法度专心，吼，还是讲有无法度做决定，吼，还是讲感觉无希望的感觉，吼，有6款的症头，伊至少咧郁卒的时阵爱出现2项，吼，而且即款郁卒的表现，有明显较郁卒有症头的，即种期间至少爱2个月安尼，吼，这是咧讲一款较慢性化，嘛是爱处理的一款郁卒相关的情绪障碍，叫做继续性的郁症，吼，就是 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吼，所以总体来讲，遮个病症吼，郁症的发作啊，是讲逐个人郁卒的表现吼，拢是在人啦。吼，你若讲咱来评估起来，看起来感觉无到遐严重，有时啊，着敢若就是讲伊写伊郁卒吼，就是英语就是敢若 depression 吼，无一定写讲伊是一个病症。若较严重明显，互咱诊断是郁症的患者，其实每一个患者之间嘛是差介济，甚至讲共一个人，伊逐摆发作的表现嘛是有小可无共款。吼所以咱即摆来讲一寡即个统计数字，互大家较了解讲，咱对即个病症、即个诊断有啥物款的了解。吼，第一是讲，即个有一个概念叫做平均的即种盛行率啦，吼，就是讲，咱若去算一世人内底，你至少有一件安尼郁症的发作，吼，统计的数字是甲咱讲，12%的人口内底有，就是讲可能8、9个人就有一个人，伊一世人内底有可能有经验过遐严重的郁症的发作的表现，会使互咱诊断是即个郁症。好即个郁症的发生的年岁吼，统计起来，讲有一半以上的患者发病是伫20岁至50岁之间啦，吼，就可能是青年、中年的即个时间，吼。第一摆发生的年岁其实大家嘛无一定共款，吼。你讲有足少年人发生的，吼，讲10几岁就发生的，也是讲足年岁足食老60、70岁才发生的，其实嘛是拢有。到郁症发作的程度的时阵，咱若是讲拢莫甲治疗，吼，顺其自然来讲，这统计起来，可能即个时间就会拖甲，有诶人爱半冬至1冬，吼，即个症头才会完全无。毋过若是有治疗诶人，可能3个月内甚至1个月内，遮个症头就会得到改善。有诶人，伊可能就一世人发作1摆，有诶人一世人发作几啊摆，这嘛无一定。咱知影有一寡风险的因子，吼，就是讲你若有遮个条件，可能你发作几啊届的机会就较大，吼。包括讲这个人较少年，还是讲伊发病的时阵有出现讲精神病的症头，吼，就讲妄想啊、幻觉即款的，还是讲伊有一寡躁虑，吼，就是anxiety 即款的情形，还是讲伊有嘛有互人诊断即种人格的障碍，吼，还是讲伊的症头本地就是较严重，吼，即款的因子，吼，拢有可能互伊发作，搁再发作的机会较悬，吼。所以有诶人若是发作几啊届，嘛是有诶人讲伊中拢完全好好，照常去读册啊，照常去做工课拢无问题。吼，毋过有诶人是会变较慢性化，伊逐届发作之间变做讲症头无完全好。吼，所以咱有一个概念是，即款情绪障碍，你若发作愈济摆，吼，逐届让旁的时间可能会愈短，逐届发作的症头嘛有可能会愈严重。吼，所以要来早期的治疗是介重要一件代志。
咱来讲治疗进前一定爱先讲着讲，即个病的原因到底是啥物就是病因下的即个部分。咱之前拢有讲，咱精神科的病，拢会当分3方面来思考嘛，就是生物学的方面、心理学的方面、社会学的方面安尼。咱若是讲照咱的即个直觉来思考，就是即个郁卒就是因为有代志，你才会郁卒啊，才会心情无好。所以就感觉即个心理社会因素较大。像讲有诶人是伊的本地的个性较神经质诶人，着即个郁症诶机会会较悬，还是讲伊咧大汉诶时阵咧早年受着一寡不利诶经验，就是有一寡即个无好诶对待，互人苦毒啊，这嘛引起讲伊以后着郁症诶机会较大。若是讲即个人伊有即个长期慢性压力无法度解决，这搁有讲头拄讲过，咱人生发生一寡重大诶事件，有遮诶因素伫咧诶时阵，确实会引起讲即个人发生郁症诶即个机会增加。毋过其实咱伫临床上嘛看过足侪患者，你安怎甲问你拢问无，你就是找无遮个危险诶因子。伊最近嘛无发生啥物代志，伊嘛无感觉有啥压力，毋过伊人就是变郁卒啦。所以表示讲，其实郁症即个问题，即个病，伊即个生物学，就是讲身体的即个因素，占其实比咱一般咧想诶搁较悬安尼啦。咱讲一个来讲，若是你的一定亲，就是讲，比如讲你的爸母，还是你的囡仔，若是有人有诊断即个郁症，咱咧你着郁症的即个比例，会比一般人风险会悬差不多2倍至4倍，所以表示这有一寡遗传的因素伫内底。甲有讲，咱搁讲一个咧，像讲，咱会注意到足侪身体出状况的特别的病症，甲伊发生即个病症了，伊煞来有着郁症的机会会诚悬。像讲有诶人咱脑中风，还是讲心脏病，这有统计，甚至讲可能有发生即款病症诶人，伊有40-50%会伫发生脑中风以后的即个几礼拜内出现即种郁症的即种表现。所以咱来看郁症，同好莫甲伊当做是一种单纯是心理的问题。你若到讲已经是病症的程度，咱着爱想讲，伊即摆的脑神经甲平常时已经无共款有产生一寡变化，伊身体规个有一寡足大的变化，袂输即摆咧感冒安尼。所以具体来讲是啥物款的变化咧？咱的即个即摆已经有对郁症有诚侪的研究啦，所以较定人较定讲的即几个，我甲大家说明一下。第一个大家可能会较定听着，就是至少咱即个行即道的人就会听着啦，就是这有一个叫做 HPA-axis，歹势绕英语，就是讲咱人体内一寡荷尔蒙的系统，即有一款叫做压力的荷尔蒙，就是迄种肾上腺素，即款物件是咱面对压力的时阵会分泌较济。郁症的人有人去研究到说，因即个系统，就是包括讲伊脑内底下视区、脑下垂体，到咱腰子面顶的即个肾上腺，即个系统咧，应对压力的时阵，即个压力的荷尔蒙算讲会分泌过头去，无法度甲动落来，所以比如讲伊慢性会一直种伫迄个压力的荷尔蒙肾上腺素面内底，所以即种款过度的反应，可能长期落来，对伊的脑部就会产生一寡压力，颠倒互伊的大脑较厚伫一个发炎的即种状态。嘛有人讲即款压力荷尔蒙伤侪的时阵，其实你的脑有一寡所在会揪起来，变做较细。咱正常人拄着压力，即个肾上腺素分泌较济了后，伊应该是一个短期的反应。较长期了，你面顶的一寡系统，就是头仔讲的下视区、脑下垂体遮个部分，应该会甲伊动，袂输一个动甲伊去甲即个分泌的量降落来。
毋过有研究就发现讲，有症诶人即款会甲伊降落来动落来机制较无遐好吼，所以造成长期压力荷尔蒙过悬。吼，这过悬就连着后一件，咱嘛是即马少大家定定咧讨论代志，就是讲即个其实精神科足侪病症甲你诶神经咧发炎有关系。吼，发炎是啥物意思？就是像讲咱感冒诶时阵，身躯会发烧嘛，吼。即个发炎是表示咱体内即个免疫诶系统咧做工课吼，咧运作吼，所以咱有足侪无共款诶细胞对外来有物件有病毒细菌入来时阵会有反应，分泌足侪无共款诶因子安尼，吼咱就讲即变做慢性发炎，就是讲即个系统嘛是共款有失调啦，吼，所以若是讲去研究有症诶患者诶血内底，有啥即个发炎诶因子会较侪，吼，脑神经发炎诶证据嘛是有看到安尼。煞来阁有一项证据，就是当然就是因为即个科技愈来愈进步吼，所以有一寡迄种照脑诶仪器愈来愈好，甚至讲会当叫你去做啥物代志、想啥物代志诶时阵，去来照你诶脑。总体来讲，就是有症诶患者嘛是会发现讲，伊大脑内底甲心情咧调控调整甲处理诶即个部分吼，迄个脑诶区域吼，会机能会变较弱，吼，就是讲较无遐好势，还是讲循环较无好，吼嘛有可能。最后一项同出名诶证据吼，嘛会使讲就是讲食药有效即件代志啦吼，因为其实咱食迄个抗抑制吼，就是 antidepressant 控制抑郁的即种药吼，伊拢有一寡药理学的原理吼。原则上，这抗抑制有几啊种吼，伊总体就是咧增加你脑内底无共系统的神经细胞的机能吼。咱较定听到一款叫做 serotonin 血清素。我感觉台语咱直接读西罗托林嘛会使啦吼，就是讲即款药吼即马主流的即款抗抑制就是互脑神经遮个即个serotonin 的即个回收吼变较的意思讲伊的分解会变较慢吼，所以就会互伊的伫即个神经元之间的即个量会变较济吼，互你的神经的即款系统的即个反应就会较好。阁有讲另外一款神经传导物质吼，就是阁有除了 serotonin， 阁有 norepinephrine 甲 dopamine 吼 ，norepinephrine 就是有人翻译讲叫做正肾上腺素吼，dopamine 就是 dopamine 吼，有诶人，那我感觉台语咱就读 dopamine 就好啦吼华语也是国语有人叫做多巴胺即款诶病吼。这拢互咱知影讲，甲抑郁的一个人抑郁的表现一寡镜头有关系吼，所以治疗咧针对这部分咧食药咧控制的时阵，患者慢慢会得到改善。这表示讲，即个抑郁确实是抑症吼，是一款大脑的神经的变化引起的。煞落来，咱来讲即个治疗的部分吼，这治疗咱一直强调讲医疗爱来概念吼。其实第一点同重要目标就是安全吼，因为咱头拄也讲到，即个抑症的镜头发作内底，其实患者可能会定定感觉家己足无效，甚至讲想要离开即个世界，想讲要自杀吼。所以第一点是医疗的重点是爱评估吼，这有安全无安全无？那患者长期是无人陪，伊若定定安尼想，伊搁住伫一个较危险，会摕到危险物件的所在吼，有时住院的治疗其实对大家拢较好。好煞来就是讲，若是讲，即个患者毋管伊住院还是入门诊啦，吼，就是讲，咱一般要治疗，吼，就是心理社会方面，吼，嘛是会当做心理治疗，吼，当然伫健保之下可能较歹排着，吼，毋过嘛有证据，医学的证据讲，即个咱之前讲过认知行为的治疗，还是讲一寡人际关系的治疗，吼，一寡疗法，吼，是确实对抑症的患者会有无少的效果。若社会方面，咱通常会建议讲，即个生活的压力吼，爱尽量互伊降低啦，吼，会当讨论讲，安怎互伊暂时莫接受遐大的压力，或造成伊的病情的无稳定。生物学方面，就是头拄讲到的，食一寡药甚至讲食药无效的人，会当做脑刺激的治疗，吼，即种电疗还是讲
自诶刺激诶电疗有效果。原则上来讲，即个食药啊是目前全部诶来讲，其实较方便诶，因为就是成本较低，伫厝里就会当做。啊，简单来讲，头仔讲就是增加伊神经诶反应正重要一件代志就是爱知影讲，即种药啊毋是真正像感冒药啊，一食就有效果。你调整脑神经诶药啊，其实拢是足温诶，所以咱诶药物矿物质一般爱出现效果。你若讲紧，至少嘛爱1礼拜，通常是等2礼拜以上，效果才慢慢出来。可能爱食到1-2个月，效果才会完全诶发生。所以咱通常会看头先第1、第2礼拜诶反应啦，可能有一寡副作用已经走出来了。而且患者先忍耐一阵嘛。副作用其实伫你药啊产生反应了，伊慢慢会减轻以后，你诶效果出来时，你就会自然感觉心情较轻松，较袂遐郁卒一直想袂开。而且就是爱家一个疗停就好了，因为你若讲提早停药，足侪人，若是讲迄个停药啊反应会艰苦，伊可能会镜头会搁变较无稳定，即个郁症诶镜头有时会搁举起来安尼。毋过讲到食药啊，就是咱台湾人有时足册食药啊，真正有诶人嘛讲我药啊着食较济，你搁叫我来加食，还是讲伊着感觉药啊无信任，甲有副作用啊，所以咱嘛定定互人问讲。咱若无爱食药啊，还是讲咱会当安怎家己调养？还是讲我身边我诶囡仔有人发生即款诶症头，我安怎甲陪伴安尼？原则上来讲，虽然讲郁症是一个大脑诶变化，但是就是讲伊有诚济生物学诶变化，所以食药诶效果嘛。毋过别项代志，足侪代志嘛是共款会去调整你诶脑神经嘛有效果。咱一般来讲，建议你若是感觉讲即摆情绪卡掉。定定遮诶患者感觉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做，咱就是先做基本诶，基本诶是啥物？困眠、食食，一寡运动振动，逐工爱晒着日头，这是基本诶啦，就是咱尽量去减少身边诶压力之外，爱保持一个正常诶生活诶即种日常，咱其实安尼要做会到，就是诚无简单啊，咱若是陪伴即个患者诶人，你若想通伊带做伙伫身边，看着伊安尼艰苦，对家己足无信心诶，你搁你嘛对你有诶人嘛对你郁卒诶，感觉家己若会遐无效，无法度帮助着你家己厝内诶人，所以这时阵咱家己爱先忍会牢啦，爱知影讲即个是一个病症，就是会当治疗诶，这是会好诶，毋是一直安尼，咱爱先有信心安尼。我建议就是爱保持一个莫甲伊陪伴诶态度，咱就是甲伊做伴就好，咱尽量用听诶，莫去杂念，咱伊若无愿意讲，咱嘛耐心等，免甲伊勉强安尼，重点身边诶人就是保持一个安全诶环境，因为真正莫互伊就是想袂开去做危险诶代志，这同重要。煞就是讲，咱若是感觉伊无啥进步好了，诚慢。还是讲有啥物办法调整诶，爱找专业诶人，做伙来斗相共，安尼其实就会使啊。有时真正是需要时间，逐个人其实要好诶即个时间，本底就是无啥一定啦，食药啊，还是讲有做心理治疗，一寡无共诶帮助之下，会好较紧，咱就是会看讲伊好诶即个反应安怎，好诶离袂离无，咱一般。感觉讲一个郁症爱完全好，至少爱连续2个月，拢无啥物症头，是敢若足轻微诶症头，所以着爱个观察。咱嘛爱知影讲，有一个患者其实若是好了伤紧诶，这嘛是无啥对等，就是讲有诶人食药啊1-2工，伊着反应超好诶，讲即世人袂遐快乐过，这是表示有可能会伊诶情绪为迄个郁卒诶症。跳去说讲迄个部分，就是咱讲诶说症诶发作，即款诶就是其实患者可能有双极症啦，有统计来讲，可能诊断郁症诶患者有5%至10%，就可能要一成诶患者，伊伫可能几啊冬以后，嘛会搁互人发现讲伊有说症诶发作诶即个诊断，所以其实这咱诶后回，就会继续来甲大家讨论讲，
即个烧症发作，甲即个双极症是发生啥物代志，咱来安怎处理。好，以上就是咱即回精神网开讲的节目内容。因为时间的因素，其实足侪重点想要讲，毋过无法度讲甲足详细吼，所以可能以后若有机会，会搁倒转来补一寡较有诶物件。希望大家即届听了会当对咱的即个郁症啊，吼，即个伊诶定义、伊诶诊断，吼一寡统计诶数字，吼，即个发病是生啥物款病因，吼，搁有讲即个其实有诚侪成分是咱的大脑的变化引起即个郁症的表现，吼，有啥物治疗的方法会使处理，会当小可有了解有一个感觉，安尼就诚好啊，吼。咱足感谢大家耐心的收听甲等待，咱希望讲未来的即个骹步会当踏较顺的吼，莫搁拖伤久安尼。好，安尼祝大家平安健康，咱后会再会。